这里就是印度，它叫阿格拉，就是泰姬陵所在的城市。你们问臭不臭？臭不臭？我给你们翻转一下，看看这周围的一些情况，你们就知道了啊。这里啊，它就是一条水沟，这个水沟是很浓郁的水沟，高温的熏陶之下，它会泛起淡淡的味道。这几条街都是餐馆，这个不是贫民窟哈，那贫民窟那就更那个了。这个地方是世界著名景点，泰姬陵就是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嘛。这里好热，这里真的太热了。今天的温度是42度，这个温度真的太高了。我给你们再看看这个街景嘛，这里有一条狗，它在这个水沟里泡澡。这条狗它嫌热，它就在这个水沟里泡澡。哎呀，酸的到处都是，宰九只，它酸的到处都是，是吧？这些他们就在这个水里面，哎呦，这个牛又跑过来了。